原来讲到这义务役要登去驻兵1年，明年正式施行。国防部完成相关的整备工作，军械有做征收，装备要增加，训练课程要做一个调整。拄入去做兵8礼拜临考训练，也有基本职业，会包含3工2暝的战术行军，野外缩营强化新兵伫战场的能力。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视察。另外，国防部宣布头一梯入伍的时间会伫咧明年1月25，到时阵等着过年也会放假。庆声炮声隆隆叫，义务役冷静面对炮击毒气，听班长的指示，向目标打进前。这是明年役男入伍了后，完成8礼拜入伍训练后的期末测验，包括3工2暝20公里的战术行军、野外缩营，各团队合作的大出头震撼教育。役男唔哪爱换射击位置，我会伫20秒内完成战火下的正常救护。1年期义务役明年正式开始，公布国军精进训练课程、震撼教育测验，适用1年期的义务役甲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强化战场抗压的心理。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训员，能够在战场能够有抗压性，遇到枪声不会害怕，一样勇往直前。在各种地形地物是否利用稳当的姿势跟他们运动的方式是否为标准动作来做评断。国防部针对义务役快要1年，完成相关准备。总统蔡英文23日成功影观看，国防部讲，明年会调9127个1年期义务役，头一批入伍时间是明年1月25，拄等新政期间，役男会当回去厝里休假。春节的休假，他一样会正常休假。那整个训练时数，我们都会按照我们原来规划的训练时数。还有它的进度，还有它标准来做一个实施。国防部讲，役男会分发去步兵排、新建大队、新训路、介护排、维训中心等单位，训练因使用红准火器弹、气尖飞弹、无人机等无仪器、实弹射击，参加汉光演习各军种的操演。国军也利用刑案专案征收全台36位影射。各位的经验都是我们未来调整训练课程的重要的参考。各位都是我们国土防卫的重要的战力。也是强化国家的国防韧性不可或缺的力量。蔡总统讲，义务役预期有调整的必要，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义务役有执行守备甲民防任务的能力，落实家己的国家家己守护。记者综合报道。